3年来，你说你为理想、为电影、为什么负债？皇太子结缘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些事情讲出来。皇太子的说法是说，你被下毒，2004年到现在17年，17年下的这个蛊还不是普通的，把你的名字、生辰八字摆进不逃安雷。从我拍电影到现在，负债额大概2亿4千万，我已经破产，人格破产，信用破产。碰哥彭恰恰因投资拍电影失利，结果负债累累，欠下2亿多债务，去年宣告破产。日前他在个人频道揭露负债由来，原来背后有神秘的力量介入。3年来，你说你为理想、为电影、为什么负债？想要寻求解决的时候，我是用比较合作的方式，而不是说你借我钱。这3年来至少有20次是踢到铁板的。前一天告诉你，明天我不投资，当下会让你明天要解决的钱拿不什么，马上产生问题。于是你就会这样子一直循环下去的话，就造成一个很巨大的数字出来。皇太子结缘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些事情讲出来。皇太子的说法是说，你被下毒，2004年到现在17年，17年下的这个蛊还不是普通的，把你的名字、生辰八字摆进不逃安雷。好，他就说你要不要回忆一下，你有得罪哪一些公庙的？我回忆了一下，唯一可能，他们就往这个地方去查。当他说确定是，而且你被下的毒是最严重的，是要你没命的。好，那怎么解呢？第一次去是在新竹的海边，某一间专门在处理这种事情。很奇怪，一到的时候，海边所有的野狗、流浪犬都叫，不是吼，不是这种，就是公的那个主人，就是我们去找他的，他就说。好啊，都来啦！你当下听这个真的会害怕。我是当事人，我必须坐在面对他的神桌。他说：“你眼睛闭上，你闭上。”忽然间，那种意识好像不见了，好像我已经不是我。那我就看我的前面有一只那种身体是像龙的那种，而且还有鳍呀。还有鳞片，然后那个脸说有多恐怖就有多恐怖。我记得头上是各有3只脚，3匹杠，然后这里是须很长，眼睛是往上，然后开始鼻孔有点像尖牙咧嘴这样子在那边。然后我当下闭着眼睛，我就跟他斗打。据他们所说，因为我眼睛闭上是。我非常生气，然后抓着他，硬把他扯到地上去，要拿一支武器从他的咽喉刺进去。听他们说我要一炷香，这一炷香刺进他的咽喉。恐怖的是恐怖在后面。我醒过来之后，他们问我说：“你到底看到什么？看你那么激动，冰冰凉凉在打仗一样。”我就形容刚才是怎么样。就他们就拿一本书，这本书是解各种符令的，吓死你！研究这一次，我们今天讲的不是迷信哦，就是当神灵在跟你处理事情过了之后，你必须有所印证。他讲的对不对？他讲的是不是真的？事情有没有好一点点？我认为是有的。最后这里缺赞助的，谢谢。